某，迄红中你换某咯，你是人做主信嘛袂啊？你讲一摆，你讲一摆。迄个某，无，好歹就是我咧讲的，毋是你咧讲的。我若需要伊的意见时，我会甲你问。可以无啦？为山，为水，为玲珑。欢迎节目主持人彭恰恰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家好出边彭恰恰，欢迎大家收看《为山为水为玲珑》来讲台语世界通。今仔现场小可稀微，小可人较少淡薄啊。来宾拢会惊到。刚来啊！唔是来宾，互我惊到，因为今仔来宾非常的特殊，所以咱两边小可安排一下变化一下哦。今仔咱的老师讲话可能嘛无啥共款。哦。台语文专家陈安珠老师。为山为水为玲珑，会讲会写才会通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珠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今仔迄两个来宾还佫无看到，咱来今仔小可倒一个调性无共款的物件，先来献到大家来小李讲调好。上团有一间公庙，非常的灵舍，叫做大片宫，香火非常的旺啊！大家开团拢过来卡车的善男信女来遮拜拜个问事。今日大片宫又搁要开团咯，大片神到底要安怎帮助这信徒来改变伊咧疑难杂症的？咱继续甲看落去。来，倒沙缸，倒沙缸，好。再好好哦，系啊，好，好势好势。啊，公主来，公主来，公主好，公主好，辛苦啊辛苦。公主坐。车坐。啊，今日天气袂歹吼。真你好，对啊你啊。哎，谁个袂歹？哎，公主。拢无信道。哎，公主，来，我感觉你面青面青咧。你这身都会躯看对啊，过呢。你这书唔是用？啊，啊，迄个安怎？你咧拍野球的主信嘛？哦，我徛伫宝手后壁迄个嘛。对。中华队加油！干咩等呢？一支、两支、三支，你比我哪知有啥货？你唔使讲你嘛甲加一个。你动者，莫一直比落。两支。麦克，加油！别紧张。等。你开始生活。就爽诶！老公情况大诶啦！啊，你知道？当你主信都袂忝啊！情况大诶，这个情况，卡边开。你看，你敢会看你？哈，你几时主信来你嘛？我特别微表诶。你讲两支。来，准备，紧张，看后面。什么这个某？迄红中你换某咯，你是人做主信嘛袂啊？你讲一摆。迄个某，无，好歹就是我咧讲的，毋是你咧讲的。我若需要伊的意见时，我会甲你问。卖，卖算啊！你今仔是要来？我意啊！你是要来做主信嘛？是要来安怎呢？无，我已经通灵的退休遮侪年啊，我想讲吼，来学做倒头啦。
你开姜的嘛？哎呀，家己人家己人。哎，三八干呢？恁兜主神什么呀？哈，话正经啦，拢有啦。看信徒爱拜啥啦，三清道祖啦、母娘啦、观世音菩萨、保生大帝啦，拢有啦。你竟然讲无用的吼？无啊，无法度啦，啊，信徒济有哦，大家有安尼无共。阮一尊尔呢？我甲你讲，零下一个都有够啊。你迄尊尔？我零下一尊都有够，嘿，一尊都有够。这尊会拖烟呢？很凉啊，很凉。哇，真正会食凉水的呢。什么叫食冷水的？食凉水啊。加量。啊，这拜托你来的。啊，无问题，无问题。你这大卡来做我倒头，哪好事？哪好意思啊？做参考，做参考，做一下参考安尼。好来，敢有人去啊？大皮神啊！大皮神啊！嘿，你好，我信徒，我白小姐啦。你啊，这你啊，这。啊你，我乃先生啦，小姐啦。无啦，你大大讲啊，莫紧张，莫紧莫紧。我是生了安尼较查甫型安尼啦，嘿啦嘿啦。你有挂号无啊？有啊，恁遮敢爱挂号？是讲我不，你滚慢来迄啊！新明咧看吼。啊，外口原本拢有游览车嘛，我拄则行过拢无半台咧。系啊，我是讲打招过来食，打招过来食。啊，你要问代志好，你等下就起价。来，公主要起价哦。哦。来，这条啊8月，准备要降价哦。来叫好神啊！叫好神来温验无？我讲好神。这偌济神，才嘛那一尊尔。大皮神降价啦！降价！来，什么代志你甲问看卖？来，有啥物代志来甲咱新民来安尼啦，我家庭哦有一寡问题啦。吼，家庭这个问题足重要的。通常哈，足美满的嘛，拢袂来遮啦。有影啦，有影。来，你还蛮紧直讲，新民在遮你直讲。嘿啦，新民我这度诶家庭，你甲翻译一下无？无我足惊这个大鼻神听无啥有呢。哦，你唔袂使安尼个。哦，无礼貌，无礼貌。你打问那个是两个是多的演技啊。もう一回。lucky，不多的时间你弟弟跟他有冇那个啦？你对潮州美国听两面讲无共啊？我足惊我听有诶咧。那你是个家主就咁问题个就讲笑。哦，是，新民讲吼，伊吼。你这款的足大条的，哎，我甲你讲，你是好运哦，来到遮拄着伊哦。这位倒头兄，就是因为足严重的。我嘛是小姐啦。哦，你小姐哦。对，我小姐。我唔敢共款的。对，我困了拢共款，啊是安尼啦吼，这位师姐啊，因为吼，我就是足严重，唔过人甲我报讲，一定爱来找这大平神呐。你来遮就对啊，你来遮就对啊。问题是敢若突然间个提领啊，你敢若唔会？你对我讲的我听有。哦，倒头蛮歹做嘞。我讲你是在讲，其實我對你嘅眼面算多大。你也反正我隨在你。好，新民講你好運，吼拄着伊，吼伊一定甲你幫忙到底，吼。所以咧，不要緊，你的鏡頭你直講，哦，甲新民講，新民這擺一定甲你處理，一擺甲你處理較好。大面說好勢哦，免講錯啊，免講錯啊。這我困咗我幾十年，你知無？新民啊，我吼。一年啊，你什麼的？啊，你這個多開心的，開心呀！哦，我想要等去通靈了啊！好来，什么代志你讲来？你讲啦，我拄则讲吼，这困了我10几年吼，我若听到一两个字吼，我就会吼，那爬起来跳动安尼咧，嘿啊，真奇怪。你就讲出来啊，你是民才有法度处理啊。我就听到 Michael。卡安尼啊！休假！坐了，你看
会雄雄安尼啦。少年，你甲我救了。对啦对啦。啊无，我遐要跋倒，你知无？对对对对对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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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好，妈妈讲啦。嘿啊，我来听到吼，听到什么呀？我来听都有啦。 Michael，卡过来啊！激动的，来。我若听到这两个字吼，啊，我就会安尼啊跳起来跳动，啊吼，上项的时候，我咱就叫 Michael。我的伤了！哎呦喂！哎，小姐小姐，行。你来甲我瞧好啦。救袂了，手当。哎呦，大鼻神啊，你一定要甲我解救啦！哎呀，伊个都无得我伊只山个，我是讲个啥真的。新民是讲哦，你不是嘛是安讲台语呢？我要甲你讲。好啦，新民是讲吼。刚才你来到遮啦，啊，新民自卑啦，看到这款情形，看嘛唔甘吼。我跳安尼，阁有法度遐大箍，对不对？所以吼，这一定要甲你斗相共的吼。所以新民的意思就是讲，对你烦恼真好，意思是安尼啦。你这代志要解决了，真无什么困难啦。哎呀，你讲你听到 Michael。 闭嘴啊！讲你两字啦，哎呦！迄过掠讲你知无？我已经了解你的镜头啊，吼！我为即摆开始袂阁讲 Michael。你来咱有啦！我知，神明自卑啦，吼！是像你较看安尼，我敢有先潇洒无？不你本来就是嘛，吼！安尼啦，改一个名应该就无代志。你等于甲恁翁讲叫改一个名，改名？伊改个你我较应该不讲干嘛？你讲别个讲。哦，你这条真足歹处理的，阮新民拢烧声伊安尼。新民的意思是讲吼，要改什么？改改一个名吼，以后恁翁就叫麦来克。哦，你看，五条，哦条呢？买什么？麦来克，麦来克，麦来克。对麦克改成。你若唔信吼，这有神无神，甲你证据，甲你有够灵相，无试看卖就知影嘛。对。啊，麦克变请麦克。麦克东。新民的时间嘛有我悠绝对有闲呢，结识到你。歹势。新民的时间嘛悠闲呢。哎呀，可怜啊！这查某人带着这款的镜头啊，真正是稳固的带大刀啦。有第二句小句哦，吃了。我是为讲我干啥？阮新民的意思讲吼，伊就改名，就法度处理这款镜头。哦，这个镜头就喺度处理啦，对。啊，这个我新民讲吼，你的名就改做，莫讲迄两字。新民讲吼，你的名就叫做，恁翁的名就改做麦来克。哦，对，你即马安尼讲，我拢袂记起来呢。系啊，麦克改成麦来。这个真歹谈的，这个真歹谈。花了。那个很累会人会挂掉。哎呀，真正是这查某人对这款镜头哦，真正是叫做稳固拍车轮。听到吼？拄好有两句小句出来啊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拄则这个底局
这查某人即款的镜头，伊安尼袂停，即款的到底是对一句小句来讲较拄好呢？第一句叫做稳固带大刀，第二句稳固拍车恁，稳固的咱大家知影，大概是安尼嘛，哦，那翘句的意思。小翘句嘛，吼，啊大刀，啊拍车恁两句意思来，赞成拄好这个情形，第一句稳固带大刀的举手，听无用药的，我用药的，应该你听无用药的，我听无用药的。来，这位主审，嘿是，这位迄个白太太，拄则无举手的，是毋是拢赞成稳固拍车恁举手？你感觉是安怎？因为稳固的啊，你搁爱安尼爬车人足困难、足艰苦的代志。非常有道理。稳固的吼，这是一个身心障碍者吼，算翘句恁头讲得对。吼，啊，稳固的人，伊是变做胸坎会拿落去，啊，大大的巴肚会安那吐出来。吐出来，一个拿落去，一个吐出来，两个都马肚吧。哦，所以稳固的带大肚的马肚吧，嘟啊好，嘟好了。哦，刚才迄个去嘴下喇嘛，对啦，马吧。哦，哎，啊，另外稳固的吼，拍车恁，拍车恁伫翻跟斗、车本斗，伊本来这算有各种啊吼，身体无方便，啊，搁要拍车恁，迄真正属于安尼吼，食力搁歹看。哦，哎，所以迄种意思伫啊，所以正确的答案是，应该是稳固的拍车恁。对呀，稳固拍车恁，迄个恁吼，迄个恁写一个好啊啦吼。普通咱这里咱会读啥？车，是啊，还袂完呢。了啦，来，练，练，咱来讲四练。嘿你看练我写你写讲，我都会歹势。哦，那你写字甲碰课有较差哦。哎，差足多，你也差足多。这个咱读做四练。吼另外，咱来讲这个嘛读做轮。轮对， 3年一温，好歹叫轮。啊对，生骨轮，听骨白，哎对。啊，另外一个应就是拍车恁。就讲翁亲母亲老婆啊拍车恁，两个翁仔某吼拄啊结婚，汤干未甜，结果拢搞迄个。给老的放喺边啊，老的放喺边啊，所以老伙仔只做些代志，我家己来。所以阮久爱拍车里边食力，搁歹看。属于安尼吼，哎，我若是因仔，我嘛错咧等。无三工就往生。感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拍一波啊！是，大家拄则看到迄段迄个俗语讲了好了后，相信有看到两个非常特别的特别来宾，其中有一个较普通。请这个毕东学吼，请你用台语自我介绍一下。啊，各位乡亲，大家暗晚大家好。你是来选举啊？是讲2020年吼，咱一定要甲这票哦，先前一票互碰过安尼啦，不是你哦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白云啊，非常欢迎来到这画山画水画玲珑这个节目。名就袂使白云啊啦，无人安尼白云白白云。都无咧白签诗咧白。原来逼迄本音是囥伊名啦，就讲你逼，名你白啊你，逼，毋过伊这是伊的姓啊，对呀，是白魂。所以即摆是我毋对。我爱我师，我敬爱真理啊。是啊，白云啊，我会对。白云会使你啦。所以你定定读较戆无？无啦，无遐严重啦。因为我处理一寡代志，就是嘛是为着恁遮的好朋友啊，对毋对？嘿啊。你即句严重啊呢，处理一寡代志为阮遮好朋友是，你较早开讲我知啊。毋是开讲，啊尾啊我接触啊，接触迄个啥，迄个个别式的啊，啊对无？啊你看阮这新的，阮上新的材料，你望看嘛，好多好少，搁袂掉吧？哎，阮即摆2020年要促销哦。是咧，阮遮未讲过啊。无啦，啊，大家老朋友较有相报啦，咱讲实在啦，嘿啦。对，副业做了非常的好啦吼。灰啊啦。过去迄个行业，过去即个进前迄个行业，啊未大规个个进前迄个行业。哦，倒头啊，倒头。真正拄啊，真正讲个倒头，真正倒头咧。我真正做倒头啦。迄当阵，啊碰过是阮的主任委员啊。你当阵嘛，啊甲柯浩顺啊。对啊，看我衰咯。对啦，迄当阵我。做你叫个主任委员，你看我衰啦。因为跟个梁鸿泰主电啦。哎呦，无3档就关啊啦。无啦，新闻照了了。
因为公主不正嘛，思想歪，无啦，迄边要来用，拜托你当时偌济人去安尼，哦，哦，林山林海啦这，3字爱用华语土东康，嘛是伫出入，搁一个哦，贾金燕，即摆咧，你知呢？你知呢？姐姐啦，阮规座，我今仔一定要讲，我大家知，我今仔一定要讲，我讲，好，拜托各位观众朋友，我讲，这段就是我讲的，规定这人艺人，互因迄个较早迄个无闲的，叫做注意嘛，吼，紫色的衫啦，注意啦，安读着啦，对啦，啊，就是本身就是兼机心嘛，是啦，啊，你倒头嘛，我倒头啦，有一回就是金钟奖要入围进前，要去入围啊啦，对，哦，啊，就阮一堆人去问啦，嗯澎澎，伊拢安尼甲我话。新名三太子降价，伊讲华语啦，无啦，伊金融太子啦，啊，就是啊，就是，你家己都袂记的，但无啦，啊好啦，对，你有信心啦，不是啊，对，你信心唔对，迄无法讲嘅关系嘛。我讲啦，你讲啦，好，你讲，歹势，我莫插嘴，当时我迄天拄休困无得咧，安尼哦，歹势，有，对，迄年哦入围足侪项的啦，铁西玉玲珑也入围啦，草地状元也入围啦，对，我个人入围2项啦。哎，因迄个情某迄个注意啦，澎澎，要拿几只啊？伊是讲要举几支金钟奖，我讲哎，唔免话，啊孙啊，野心较大啦，2支。啊，那给你们2只好了啦。意思是讲哦，伊也得奖，我也得奖，但是安尼不对哦。孙啊若得奖是照顾我嘛得奖，草地状元我若搁得奖，爱是毋是爱3支？ 3支，对不对？结果拢几支？呵呵，1支。第三个你拢讲句，草地状元得奖，恁某有准，啥物啦？无怪奖爱关起来。无啦，迄新名伊咧甲你讲的，我有当天，我拄则已经讲，迄天我无在场啊。喂，原来关起来。啊，就知影伊是安那刷位，因为你不三时的去，爱新名挡袂牢，你就歹解，你听无？啊，规矩我新名我搬所在嘛，嘿啊。你若讲强庙吼，咱就爱介绍今日特别来宾来破一下歌了者啦。哎，所以麻烦你用台语自我介绍一下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Sophia，我的本名叫做刘佩君，今日就欢喜会使来到这个节目，这嘛是我头一摆欢喜。你嘛头一摆看嘿对。玩了真好啊！哦，刚才你有咧甲我斗教，真正足困难的。袂啦。我当时看电视，感觉足简单的，结果家己来，哇！我感觉通灵较简单。通灵较简单。嘿，你讲对哦，伊是咱台湾真正是通灵小路。诶，即个中国啊，中国销路啊。不，咱就承认就好啊，不要紧。真经啦，真经是通灵小路。嘿。吼，你开讲啊？细汉的时阵是无家己的宫啦，差不多高中读1年的时阵开始服务到大学毕业。嘿。啊，你一个查某囡仔人做伙安尼起价，你袂感觉家己怪怪？我是用安尼种的啦，我无跳啊，人大箍跳起来无好看。这大家好奇啦，迄是真正神来挖价是安怎？迄是讲吼，应该讲灵啦，啊灵嘛是有悬有假，所以咱大家去拜拜的时阵嘛爱去分辨。伊也是甲你讲啊，叫你啊友好啊，做好代志好，你会使听。啊，叫你做一个歹代志，你就袂使讲，伊讲伊是神，叫你做歹代志，你嘛去做。头壳爱去分爱辨。清楚啦。你听对我讲的，咱的健康的教育啦。宗教的教育真正拢需要咱公共电视台来斗相共。有影吼。啊，即摆佫会通无？即摆？真正较无啊，因为咱去通灵了后，你也看咱公共电视迄通灵小路的迄个电视剧就知啊，迄毋是干那咧处理灵的问题，大部分是咧处理人的问题。所以吼，咱拜拜哦，我了后会出书啦、写册啦，啊，佫有讲换这电视剧，就是要甲大家分享讲吼。逐项代志毋是拢一直问神，啊，咱来遐看卖讲，爱有一个慈悲的心，爱解决问题。逐个人拢会拄着问题啦，啊，毋是讲神明就一定爱甲你斗相共。有啥咱有一个较欠点的所在，咱嘛是爱改爱修，人就是爱修的。听无？哦。今仔是间拢慈悲甲咱斗相共是的，啊，咱袂使甲神明当做敢若敢若来员工家己的细汉安尼哦。我有甲你添油香，你就一定甲我斗相共，安尼就会用骗伊哦。对啦，家己的细汉的安尼咧画咧啦。咱节目名称小解一下吼，画山画水画强庙。这身躯啊，这身躯叫做棒球的裁判。咱两个捌拄过。
有哦。有啦我今日是特别来想要甲你讨笑。我听讲有一摆伫新庄发生代志对吧？你莫看阮碰过老懵老嘛是在搏土豆，牵球有法度牵哦，球嘛是秀秀球。我一场哦，伊咧新庄遐拍球，我做主审哦，牵球秀秀球啊一摆去来八大拍，保鲁波你可能袂记，保鲁啪为我胸口直接拍来。我是惊讲啊，应该无代志算啦，爱结甲安尼无代志迄款情无。结果等伊身躯洗了，感觉喘气敢无介爽快，过等到过去买铁牛运功伞，对来才一礼拜呢。哎呦，是的，是的。你爱负责啊碰过。是是是。不过吼，我来遮我嘛爱特别讲，嘛是爱感谢碰过。安怎讲？碰过咧，阮棒球界先摆，啊，伊偌爱棒球，大家拢知。是啊。伊之前搁拍一个电影嘛，《小爱天公》有无？哦，了一个。系啊。碰过拍煞了，伊遐球具啊、推啊有无？伊拢交我拢去交去互迄个有需要的较欠的迄个校校。哦。互因继续去拍球。秀山呐，南港拢有收到。你像咱10月份迄个咱台湾、韩国、日本这啊，明星棒球聚集来台湾啊，碰过甲你嘛个人咧开700-800去哩啊。我太济才欢喜，对无？这人足尊重的咧，阮球界就阮足尊重的。拄啊听你讲台语，已经讲得真好势啊！吼，即摆咱要讲就是讲一种，你看起来你感觉无啥解，迄个对方迄个态度，你根本看起来无成功，还是安尼个足切迄种的咧。你讲一个你，搁爱讲道具安尼啊吼，讲了再来过来换后壁安尼，你讲了后壁安尼，你白来卡落去来，互你听哦，看起来足切迄种的。哦，你个人哦，看起来足长的，袂讲字。哇，长袂讲字。哇，来，你手借我一下来。长要哪写？哎呦，哇，真正食啦！你若讲暗长，我是捌写过，暗捌食过啦，捌食过啦。长因为阮妈妈安尼定定甲我骂。长的解说应该是迄个脾气古怪。拍一下破鼓咧，两字这两字，第一就写唔对，你讲咪？这边免啊？我记，老师，这代志来，长。哦，这里这两字今仔日有看到，有可能这无人今仔真正看到。因为长，咱先讲简单的长头啊，遐少年拢讲食暗长。咱讲这个囡仔 A 长安尼。A 长。吼。对。哦，安尼有道理。A 长暗长的长吼。相信这是第一摆看到这两字到底生做啥物款吼？长。我哪会记是安尼款的？哎呦！老师，你若袂记，无人会记你啊。因为即摆年会有啊，我就亲像怪脑子共款，多数捌伤济吼。长。我真尊敬你的创意。好像。对唔对？我嘛唔知啊。应该做参考啦。做参考。好，长是什么意思？长就是讲，应该是我印象中是讲足固执的。固执的啊，会无法度听别人意见安尼啊，情绪下一来啊，就拢歪插别人安尼款的。讲袂翻车啦。哦，四字你个看嘛，就解决一切。讲袂翻车。讲袂翻车。啊，固执的啊，啊，又一直想要安尼。翻车咩写？翻车，讲袂翻车。翻车。哎，唔是，迄车后来。小慢波鱼就好啊。翻车，讲袂翻车嘛，定拄着你个囡仔讲袂翻车，你咱讲袂啊？翻嘛，哦，车，无，人对原住民误解。翻，啊，另外车吼，咱是有做一个分工啦。若讲卡车、火车，真正甲车有地带，咱就写迄个车。啊，若真正有迄音无车，甲车无地带，咱就写提手屏。哦，甲跳手屏跳喺遮吼，啊，安尼囥。哦，是形容尔，毋是形容，就讲车跋柄，车链道，就是这个车。趴车，咱头讲趴车恁。啊那安尼咧，我甲你车。你甲我车就这车，倒火车倒弹嘛是安尼车。哦，好。滑倒。
来拍一波，拍一波，哇！今仔为什么都学着几个字啊？来，都我甲卡去，对你。你这个囡仔，互我感觉有够难死的。你是囡仔真难死，是难死啦难死吼，难死看得真讨厌迄种。对啦，哎，你这个人看起来真正是足臭屁。臭屁，臭屁真平常啊，真平常啊，臭屁哈。来，你莫小笑着，安尼学习是无运动的态度。笑着，笑着，你这个人有够笑着，我看到你就足讨迄落笑着，员讲，什么人样写？举手，无，老师，我嘛袂晓。笑这是为焦虑的行为来发展出来吼。焦虑的行为发展出来，一只公的呐，看到只某会安那？起笑，啾叫一只鸟啊，好啾。焦虑来发展的笑着，哎呦，我第一摆听这款的解说，但是敢若不了有理哦。哦，是鸟里边，鸟里边，这个念啥？淡笑，笑。哦，唔通，这人唔通伤笑着。所以这真好道具嘛，鸟啊起笑嘛，对吧？哎呀，有智慧，有智慧，真正厉害。啊着咧，着咱讲的三骹走，两骹着，三骹走，两骹着就。是讲囡仔吼总欢喜。着一个偌好，你敢知吼？哦，笑着，笑着就是这两字吼。来，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小记者，这两字叫做笑着。所以你后要写配容，你这人莫想笑着，就这两字。我来继续了哦。好来，一种讨厌的态度，酷，你这个囡仔啊，甲我夹酷，水结酷，嘿，结酷意思是。就是安尼，敢若人讲看头看面安尼，搞不清楚，分不清楚安尼就哎，对了。有知识哦。差不多是安尼啦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啦，酷啦，酷对不？酷，老师安尼讲，是差不多是毋是安尼？对。你若唔对，无要紧，做你讲唔对，无要紧。嘛因为个人做啊，个人担。酷吼，咱头有讲到稳固的对不对？就讲迄个固是一种病嘛，所以变做固是安尼，吼。所以普通来脑子里拢是较无好的字啦。所以你头讲酷，酷是一种心理的状态，对不对？所以要为心来。为心来。嘿，啊，我头讲迄个边仔迄是无好的运，所以咱就安尼甲倒过来。你唔通甲我结酷，嘛就要背较紧的。感谢。所以通过这安那念，酷，你莫咧结酷。哦，酷。你当你心理好，来三看就来酷。你买说讲了没？来，1、2、3，我一种讨厌的态度。我讲摇摆无落屁股啊！对啦，真正的定咧面，你摇摆无落屁股，这个摇摆啥货？你生意做了好，你敢若开工，你莫开迄个壮义社。唔是你咧讲我，我个人今天送你啊。摇摆哦，有人迄写什么摇摆，摇摆拢唔对啦。所以唔是安尼写。当然嘛唔是安尼写，应该是安尼写。尧舜的尧，嘿。对，晓是安尼写。对。对，尧舜的尧，水不如骄，骄不如囂。啊，摇摆咧。摇摆其实甲华语的嚣张，对不对？啊，对。所以嚣张嘛是为遮来。哦，就是迄字哦，就是嚣张的嚣哦。你当讲摇摆，嘛当讲下摆吼。遐有了对，有人讲下摆对，就是下摆。啊，另外摆对国语较不敬吼，因为摆是用演员这个。摆这位日本时期就留落来嘛，所以两个叫做摇摆，还是讲下摆。哦，是啊。拍破，哇，是，老师啊，对。我照你这个话吼，我甲继续甲延续落去啦吼。你讲这人较臭屁咧，这个非这人，这唔是人。哦。好啊，所以讲咱个心佛啦。要做到佛祖境界吼。是。还无钱啊。嘛，唔是人啦。哦。唔是人啊。好，嘛是唔是人的结构。所以讲会做到佛，唔是人啊。哦。啊，来1、2、3，我一种讨厌的态度。狂妄。什么？
你这样讲足空蒙的，好人歹人拢袂分呀。哎呦，这好定的境界啊！哎，你踏入空蒙啊！哎，空蒙应该是伫紫微斗数呀我，听过，内底有空蒙的啊。不是你若命运行啊空蒙，迄就要做注意啊！对你做事永远拢袂顺，人敢若有魂无体哦。人讲歹听，鬼看空行。水哦，哦，咱来看迄什么做空蒙啊，特别注意哦。OK，来，我两三四，互人讨厌的态度，我讲青仔长，青仔长还可以，还会使会使会使青仔，长，还算哦。互人讨厌的态度，互人讨厌的态度，袂啊！个人玩，我即摆态度唱无秋，唱秋，唱秋，唱秋，啊，你想唱秋，但是台语敢有这两个字？字敢对？啊，是哦，字对哦，字对吗？哎，好秋丁，唱的，唱，唱是翘起来的意思嘛，唱头毛对我叫老宋丽。就是高毛唱唱，头嘿啦毛唱唱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唱唱啊，唱唱，啊，哦，唱的看应该是儿松嘛，吼，双嘿对，唱秋哦，唱秋，唱秋哦。哎，唱秋，你看迄规个手指拢好，足捧安尼。哦，所以唱秋，气压压迄种啊。对对，气压压。哦，临时发文真出力，为了配合咱今日来宾哦，伊是这个主审，就是咧讲球主审。一般咱咧讲讲球，其实伊本来叫野球，所以分内野、外野。伊迄球是叫做野球呢，因这个球真野。伊较早迄场地吼，人家无平，伊个球跳去拖开了，会走来，有当这叫做华语叫做不规则弹跳。所以伊滚地球啊，所以伊这个个性真野，所以叫做野球。这点唔免请教老师，因为我是专家。嘿，今仔日这个字甲讲球多个，咱拢讲球啦吼。来，咱就请索菲亚先跟念一遍来，预备。大家做伙讲野球，你来讲，我来守。观众区甜甜甜，在啦啦队画加油，叫阮讲球讲哦讲一个安打赶紧冲，赢着分数上界痛。这个你念袂出来，这应该是叫阮夹球吧？叫阮夹球讲哦，毋是观众区，观众区，观众是区，观众秀哦嘿。无共款，好来，白云先生。大家做伙讲野球，你来讲，我来守。观众区甜甜甜，加油队好加油，叫阮讲你要救字救我救别。迄个叫阮讲球，夹球，夹球讲哦，讲一个安打，赶紧冲，赢着分数上界痛。哦，无彩你迄棒球，你安尼明星队，你安尼那个老师麻烦你。明星队敢有念这？讲得好，收得好就好啦。其实 Sophia 应该拢讲对哈，大家做伙讲野球，你来讲，我来守。观众区甜甜甜，啦啦队发加油，叫阮加球讲哦，讲一个安打赶紧冲，赢着分数。这三字我感觉较无好啦。上界赢着分数做英雄，还是讲有够强安尼啦？有够强好啦，有够强有够强有哦。够强啊！吼，该做有够强啊！吼，因咱之前捌讲过自己的意思嘛，吼。迄个做老师较唔通教囡仔教这啦。听大家拢起来。今日咱当作咱伫看中华队的比赛，以7比0拍倒韩国咯。你来讲，我来守，观众区甜甜甜，啦啦队发加油，叫阮加球讲哦，讲一安打赶紧冲，赢着分数有够强。为三为四为林总。台语无简单，比国语也较歹学，所以大家啊，即摆少年辈啊，大家一定爱加强一下哦，加看公共电视，画山画水画玲珑。好，我搁等下学台语啊，谢谢。头一摆的搬戏对我来讲，
真正的，嘛是足深刻的，嘛是看到家己的不足。我感觉台语真正即个文化足深的，啊，佫有足侪物件我毋捌。我拄只录完的时阵，我就甲老师讲，我要转去佫好好学。我会记哩，我有买几本俗语的迄个台语的书，我应该爱摕看来看卖，因为我真正足骄傲的讲，我会晓讲台语啊。以后我要加到阮的爸母讲台语，甲即个文化佫传落去。